美术这边是膨糕饼，哦，是啥那叫膨糕饼？伊就是膨糕去做的嘛。啊啊，毋过你甲看者，下底迄即块上下底哦，即这个，块，加起来敢若饼咧，啊，啊那阿雄，我这边的答案嘛做是捧糕粿，粿伫倒。因为就亲像菜头粿是嘛咧高高啊，诶，啊 QQ 啊，欸啊你看伊内这捧糕了要切落时，伊嘛是安尼，而且膨糕啊，你两个弄较熟的吼，嘿伊软去，啊软对啊，粿吃起来较软较软，嫩嘿嫩较软。长期炒啊粿，哦，超啊粿，诶，有印象哦。想讲饼感觉较甜，啊我较定，伊后底另个看起来嫩嫩的，敢若粿，嘿，哦，所以就是像我讲的高高啊，对对软软安尼对对对，嗯，像那叫做就是这个膨糕饼。当初因就是为英国去美国的时，坐迄个5月花号，啊去到遐是因有炸一寡做这款饼类的这款原料，啊所以有膨糕啦，啊，还有一寡来啊啦，迄款蒸子，啊伫遐因为因伫咧东北边遐足寒的，吼啊因为因有种这的物件，啊因总有物件通食，